三元山庄义和圣堂哦，今天呢有8个单位的爱乡单位全县20-30众来帮助年终大扫除，负责地下室，还有厨房、餐厅、上课教室厕所等等都要打扫清理。厨房的工作最多清理锅子啦、抽油烟机啦，旁边的那个墙壁啦清洗啦，窗户啦用水冲洗纱窗啦，还有那个擦玻璃啦，然后再来清洗餐具啦，要扫地板还要清理水沟。要记得随身带那个矿泉水，能够那个喝开水。